大家有冇啲咩係好驚失去嘅呢？由我10幾歲開始，我就越嚟越想保護自己嘅回憶。身為90後嘅你可能會明白，以前要過千蚊先係可以買到一個得20GB嘅 hard disk。有焦慮症嘅我，買完第一個又驚佢會壞，於是就買第二個，再買第三個，甚至會將啲相 upload 去一個冇人知嘅 Facebook，而啲片就會擺喺 YouTube Private。咁我就唔使驚一樣嘢壞咗就乜嘢都冇晒。我一直都以為回憶好重要，但原來有好多回憶我留低咗，但我會唔敢再睇，但又唔捨得鏟走佢哋，因為我覺得佢哋都好重要。但同時我亦好驚唔小心再睇到。好多嘢想捉住，但其實捉唔到。細個睇住舊嘅天星碼頭冇咗，到2022年我又驚天星小輪都冇埋，所以嗰次離開香港之前，我連續搭咗4次天星小輪，唔係分開搭4次，係搭完一班就行過對面搭下一班。4年後嘅今日，我唔會笑自己傻，笑自己用咗成個鐘嘅時間去感受一樣我鍾意嘅嘢。呢幾年我不停咁斷捨離，除咗生活上嘅雜物，而家連回憶我都想減少，因為原來有啲嘢去到某個時候就唔想再回想，所以可能過去就應該留喺過去，最重要係當時曾經感受過。人生最重要嘅回憶都已經自動植入咗我嘅腦海，深刻到唔需要再用任何嘢去記錄，深刻到我希望我可以失憶。